讲到美国和中国的军事沟通管道渐渐开放，中国有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10月底伫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不过，美国将有可能会由其他官员参与，奥斯汀是未去。路透社也指出，讲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有可能代替消息真久的李尚福来争做新的国防部长。中共有可能伫咧香山论坛举行进前来宣布。 美中最近是正积极在做高层的对话，军事沟通的管道嘛有回稳的感觉。路透社指出讲，北京已经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来参加第10届北京的香山论坛，表示讲有想要来改善关系。美国虽然会参加，但是奥斯汀未去中国，因为香山论坛顶届办是2019年，是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去参加的，嘛是参加过论坛内面战级上关的。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美中的军事讲道会登去，原因就是中国希望美国解除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煞无结果。不过最近李尚福是疑似涉入贪污，已经6礼拜外无公开出来啊。路透社指出讲，中国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有可能来接。 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讲，北京上可能在月底香山论坛举行进前，宣布让刘振立来接防长。今年59岁的刘振立是参加过两山战役，得到一定的战功。2021年6月，伊升到军事人员嘛升上将，目前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或者认为可能代表中国的防长，决登去战功派。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就是够位阶，而且有实战经验的这个人出来掌握国防部。 才压得住目前解放军里面的这种浮动的情绪。美中因为台湾等等的问题，情势愈来愈紧张。另外一方面，美国和罗西亚的关系嘛，因为乌克兰一直恶化。这当中，美国国会下党派战略态势委员会嘛发布报告，警告美国政府应该要为着详时和中路开战做好准备，嘛建议美国扩张传统军力，强化人民，嘛应该伫亚洲和欧洲部署战术协助。记者综合报道。